行，北区征行，赞啦！北区正北好行践行活动正式展开，可爱的猫头鹰吉祥物，还有各里里民有活力的健康操揭开序幕。随后，台南市长黄伟哲、立委陈亭妃与林俊宪在小北门遗址的明德国中前鸣笛齐走。今天的正北好行能够走过好几个文化景点哦，能够知道我们北区很多好棒的地方。路线全长3.2公里，会经过正北坊各大名胜景点和宫庙，包括台南公园、321巷艺术聚落、开基玉皇宫、新济宫、三老爷宫、元和宫、正山城隍庙。全程安排9个集章地点，全部收集满可以换纪念品。伫咧强调时代，咱规个正北坊园区呢，上重要的上重要，伊就是咱的行政官员甲咱的军事的重镇，所以希望透过这道的活动，互所有民众更了解咱北区的文化，然后也可以在平时呢多来北区走访我们的一个景点。北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宝地，有大小北门、台庆街等3条历史街道，还有很多百年老店，像是旧来发饼铺等等。北区的文化深度和中西区相比，也是不遑多让。记者收回台的报道。